你偷懒，这个像啦，就水耶，是就水耶。啊，你无经理掉啦。啊，哎呦，啊，今晚我有咧联络，连阮囝阮规天去遐食饭啊。我都话讲，阿囝，这恁母的老母，昨暗时就是一个牙齿啊吗？医生拢袂食，啊，我第一摆看迄个啥，看李富全食。你叫做牛肉条。啊对，我们这段入去看。哦，原来叫做牛肉条啦。哇！看起来100块尔，阮当初踹着，啊你咧流鼻血啦。小水。豆腐那晒就对了。做药啊，嘿，伊是真好的一个心血管。他就泡迄豆腐那晒为啉安尼哦。哦，迄是手跟他晒哦。无，伊是萃取内底霉素。嘿，说再拢说可怜再可怜啊！是啦。啊，我就我再摕来就要煲了，你是很难看呀。